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，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服。上帝应许与人同在，赐下保守的恩典。他不但如此，上帝事实上从亘古就已经一次又一次的与人同行了。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叙述了上帝，那位上帝是历史当中施恩赐下保守，并且与信仰的前辈一同行走的上帝。经文这样说：上主说，听啊，我的仆人雅各的后裔，听啊，我的选民，以色列的子孙，我创造你的上主，我从你出生我就帮助你，不要怕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钟爱的选民。我要降甘霖给干渴的土地，要使沙漠涌流清泉。我要赐力量给你的儿女，要赐福给你的子孙，他们要滋长像水边的青草，繁茂像河畔的杨柳。人要说，我属于上主，他们要加入雅各的队伍。人要在手臂上刺着上主的名号，他们要参加以色列的行列。是的，上帝在历史当中，他是一个出现的上帝，这也是现代人所听到、所看到、所领受的应许，也是见证上帝在将来必定会赐下保守，是人对将来的盼望的依据。上帝必要成为我们的依靠。要领受救恩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这就是要走在上帝的真道上，要与上帝同行，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真道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这样子的提到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，免得被潮流冲走。天使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证实都有效力，所有不遵从这信息的人都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伟大的拯救，那怎么逃避惩罚呢？主本身首先宣告了这个拯救，那些听见的人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。同时，上帝自己用异能、奇事和各样的神迹来加强他们的见证。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的恩赐分给我们。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。相反的，正如圣经某处所说的，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使他统辖万有。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，这明显的是包括一切。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，我们倒是看见耶稣，他一时被置在比天使低微的地位，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万人而死。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而获得荣耀尊贵的华冠。是的，只有走在上帝之真道的人，遵守顺服上帝诫命的人，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。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，遵守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。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，
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法律。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，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。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，是我心中的喜乐。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我的生命终结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跟随你的人，能够愿意顺服遵守诫命的人，走在真道上不被迷惑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